佳景康城咧係被譽為中山坦洲嘅標杆豪宅，無論佢嘅屋苑規劃啦、園林設計定係交樓標準咧，都係區內最高嘅水準。就連價錢啊，喺過往比同區嘅其他樓盤咧都係高出一截嘅。喺高峰時期啊，賣到25000一個方，仍然都係叫做有市有價。但係目前嘅環境咧，在售嘅細期嘅一啲新嘅單位價錢已經係大幅回落㗎啦。講緊只需要16000左右就可以有交易，價錢平咗咁多，究竟有啲乜嘢優缺點呢？又值唔值得我哋港澳朋友去選擇呢？今期 Dion 咧就同大家拆解佳景康城呢個樓盤。如果你打算最近去購買呢個樓盤，又或者喺度留意緊坦洲嘅樓盤項目嘅話，呢條片你一定要睇完啦。2025年嘅樓市啊，變幻莫測。如果你想買到心水嘅筍盤，建議大家必須要做好功課啦。咁你喺訂閱我哋頻道之後咧，只需要通過 WhatsApp send 個佳景康城俾我，我就會將一份由我哋中山防盜網總結落嚟嘅購房指南 send 俾你啦。好啦，老規矩，我哋先講缺點，再講優點啦。嗱，缺點咧就有4個嘅，咁第一個嘅話咧就係依家賣緊嘅4期啦，同之前嘅1到3期咧係唔同嘅，佢係由一條市政道路叫做康明路去隔開咗，享受唔到1到3期嘅園林，住起嚟咧舒適度就會下降，體驗感就會比較差啦。咁目前咧在售嘅9棟同10棟咧就係位於一個馬路邊嘅。咁一啲低樓層嘅單位咧，或多或少都會受到一啲車流量嘅噪音影響嘅。如果對聲音較為敏感嘅人士咧，就需要特別留意下啦。好啦，第二方面咧就係佢嘅交樓時間會比較長嘅。目前在售嘅細期9棟、10棟同埋16棟咧，基本上都會去到2026年嘅10月份先至可以收到樓嘅。如果你急住去入住嘅話咧，呢個樓盤嚟講就未必最適合啦。咁第3個咧就係目前有一啲仲未就平整嘅荒地同埋啲舊工廠喺隔離左右嘅，咁某啲角度睇上去咧係覺得有少許嘅一啲雜亂啦。如果係介意周邊環境嘅人士咧，亦都係唔係咁適合嘅。咁第4方面咧就係佢嘅樓盤密度係稍為高少少嘅，因為再加上咧佢係採用咗一個圍合式嘅設計啦，有部分樓宇咧佢嘅景觀同埋視野係受到阻擋嘅，但係呢個問題咧，亦都唔係話佳景康城獨有嘅，其他同區有好多個樓盤咧都存在同樣嘅情況㗎。好啦，缺點講完啦，我哋再講講佢嘅優點啦。好啦，首先第一個佳景康城嘅話咧，佢係位於坦洲南部嘅立珠片區，同珠海嘅前沙一帶只係隔咗一條馬路嘅。即係中山坦洲最貼近嘅珠海市中心啦，佢係完全可以享受到珠海市區嘅一啲比較完善嘅配套嘅，5到10分鐘咧就可以去到珠海明珠輕軌站、碧樂城商場、山姆會員等等。而20分鐘左右嘅車程咧，就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拱北口岸呢啲地方啦。第二方面，呢個屋苑咧，佢建築嘅外觀園林、大堂呢啲位置咧，都係按照豪宅嘅標準去打造嘅喎。而裝修嘅標準咧，亦都係相當之高嘅嚇。佢採用咗譬如德國嘅一個杜拉維特啦、意大利嘅道格拉斯大金冷氣西門子電器啦。呢啲一眾嘅一線國際品牌，咁按照呢啲標準嚟講你擺喺香港起碼都係1000萬級以上嘅豪宅水準㗎啦。按照過往嘅售價咧，亦都一直都比同區係高出2到3成左右嘅喎。咁目前咧在售嘅4期單位嚟講，價錢係回落咗嘅，降價到16000左右。以89平方嘅3房單位嚟計咧，總價大概係150萬左右就可以上車㗎啦。呢個價錢咧可以買到豪宅水準嘅單位嚟講，性價比都係比較突出嘅。咁目前1、2期咧已經係全部賣晒㗎啦，咁3期咧就剩低一啲少量嘅樓王單位喺度清緊尾貨嘅。咁呢啲單位價錢咧係去到2萬幾蚊嘅喎。如果想入手呢個樓盤，就建議你哋唔好考慮3期啦。
因為對於依家嘅市場嚟講咧，性價比的確係唔高嘅。第三個就係呢個屋苑嘅規劃同埋配套啦。項目咧係自帶咗成7000平方嘅泳池同埋健身會所啦，有中小學校啦，有個8萬平方嘅大型商業綜合體啦，同埋樓下咧亦都有一個10萬平方嘅一啲商業街啊、超級超市啊、便利店同埋各式嘅餐廳都已經係全部落地㗎啦。咁而最近進駐嘅麥當勞都已經係開咗業㗎啦，基本上唔需要太過出遠門，都可以滿足到你生活嘅基本所需㗎啦。第四就係開發商嘅資金咧都係較為穩健嘅，而其中一個老細咧佢係一個港人身份嚟嘅，而近幾年佢嘅工程啦同埋交樓嘅情況啦，一直都能夠喺預期進行當中嘅，係唔需要擔心爛尾收唔到樓呢啲情況㗎。第五就係交通嘅配套啦，咁佳景康城咧佢係設置咗多條專線巴士可以直抵港珠澳嘅。包括佢有啲港澳直通巴士係可以去到澳門嘅新葡京啦，同埋香港嘅荃灣、太子呢啲地方嘅。咁亦都有多條巴士專線咧係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啊、港北口岸、華發商都呢啲珠海嘅一啲比較關鍵嘅地方啦。咁對於一啲唔想揸車嘅人士嚟講咧，住喺呢度其實係相當之方便嘅。咁我哋再對比翻周邊啲熱銷樓盤啦，例如裕豐名門啦，佢依家賣緊嘅價錢咧係16,000蚊左右，最低12,000蚊都有交易。但係咧，我哋上一期都有講到，佢小區嘅物業咧係好差嘅，業主咧係唔可以租車位，係一定要買。一個車位成18萬，而且佢樓下嘅港澳直通巴士站咧都已經係停止運營㗎啦。現時好多業主咧都係喺度維權緊嘅，所以 B 里中澳春城嘅價錢咧就平少少啦。佢毛坯單價咧係13,500蚊左右現樓嚟嘅，咁大精裝修嘅話咧就係14,500啦。今年年底交樓嘅，咁佢小區總共咧就係6期啦，全部都係喺埋一齊嘅喎。咁居住人口嘅話咧就比較密集啦，而且佢樓間距咧都係比較密嘅，所以佢居住起身嗰個舒適度咧就係降低咗噶啦。咁金地世紀城嘅話咧，佢口碑都係唔錯嘅，樓間距咧都係比較闊，而且視野採光啊都係比較好，舒適度咧都係比較高嘅。但係佢價錢嘅話咧就貴咗啲，去到成17,000蚊一個方嘅。而且對比其他樓盤咧，佢離珠海咧就相對嚟講就遠咗4到5分鐘嘅車程啦。好啦，咁以上嘅情況咧就係佳景康城嘅一啲基本資訊啦、優缺點同埋周邊嘅樓盤對比，都大概咁同大家分析咗下啦。總體嚟講嘅話咧，佳景康城呢一個項目，無論係佢嘅地段啦、屋苑嘅規劃啦、配套同埋交付標準咧，都係喺同區嚟講，都係有比較大嘅優勢嘅。如果你係急住入住嘅話咧，咁就唔好揀呢個樓盤啦。如果唔急嘅街坊想要裝修品質、小區環境舒適，可以接受到比周邊貴啲嘅話，可以揀呢度嘅。咁我個人認為咧，呢個樓盤你可以接受到佢明年交樓同價格嘅話，無論你係買嚟長期居住啊，或者養老度假，都係坦洲呢個位置嚟講，性價比係比較高嘅。當然啦，前提嘅話咧，你都要接受到我以上所講嘅缺點啦。咁近期咧，有諗住喺坦洲置業買樓嘅街坊，睇完我呢條片都係唔知點揀嘅話，又或者想做一個全面嘅了解，睇睇佢周邊其他樓盤對比起身有啲咩優缺點。咁呢個時候咧，亦都歡迎評論區留言或者 WhatsApp 聯絡我哋同你做一個更加詳細嘅解答。最後我哋都整理咗一份佳景康城依家最新一期嘅資料啦。如果你有興趣嘅話，亦都歡迎 WhatsApp 發送佳景康城呢幾個字俾我哋會將以上嘅資料即刻發送俾你做個參考嘅。好啦，今期咧就分享到呢一度啦。如果你想睇我哋下一期拆解邊個樓盤，亦都歡迎喺評論區留言。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